10号伫台南市消防局这场救护车捐赠仪式特别感人甲伤感，因为这台救护车是用16岁少年卓千勇的性命换来。卓爸甲卓妈将后生车祸死亡赔偿金全数捐出去，搁买了一台救护车要来捐予市府消防局，希望化小爱为大爱，会当挽救更多宝贵生命。感谢老天，神奇的巧合也让他捐赠到了我们生活区域的安平消防分队。就像换着不同的形式，仍然守护着我们大家。当然，希望大家都不会有用到它的时候。我们也请千勇要保佑这台车上救助的患者都能够安康。感谢协助这台救护车能够成功捐赠的所有人。市长委特也特别出席仪式，代表市民向千勇以及千勇的爸爸妈妈表达感谢。但今天的捐赠，千勇1号特别让我这个感到揪心，也感到感谢。为什么？因为千勇是用生命的代价，以及这个捐赠救护车的方式，能够提醒这个大家重视交通安全。那千勇爸、千勇妈也特别提到交通安全教育，不管是对学生或者对接送的家长，能够强化交通安全教育的话，当然一定会更有效的养成交通安全的习惯，以及内化为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这一点我们特别的谢谢千勇爸、千勇妈，能够让这个千勇的大爱延续，也能够不只是在救护车之外，能够让交通安全深植人心。千勇的爸母伫捐赠仪式后，也甲市长委特交换意见，表示现在校园交安宣导只注重伫咧各小阶段学童，希望对着各高中嘛当补强宣导，加强学生防护意识，避免憾事发生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